这是咱请小牧师讲的，小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神的好消息，神的好消息，请小牧师。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欢迎主任，唔知咱中间有第一摆伫咱的中间来参加永安教会伫咧拜兄弟也是朋友无？若是有诶，请你举手讲好，我甲你欢迎。你若是第一摆来，今仔第一摆来。好，咱家拍多欢迎啊！咱下次，咱礼拜三时间内，咱甲因以后有真好诶交谈，甲交流时间。咱活伫今仔日即个社会，台湾即个土地顶面，你会常常听见，伫咱的周围有真侪无好诶消息，然后真侪歹或者诶阴端或者诶代志甲事件。每一工你拍开，每一工诶新闻报纸，大概头条的新闻版，常常有真侪机会，你会看见真侪是较悲观性，也是真消极性的一寡政策一寡报道。这个真消极的、真悲观的，这个物件甲观念，拢互咱个人受到真大影响，甚至是你的家庭嘛有这个消息，这个头版的消息，甚至是咱的社会有这个头版的消息，拢受到真大的痛苦。咱会感觉讲，安尼，他有这种代志，安尼是要安怎？咱的未来要安怎？毋是干报纸，咱的媒体，咱的电视，咱的有关的这个杂志中间，好亲像感觉报歹消息。是一个好的代志关系，总是无拍算伫咱的常常生活中间看见讲，当这个歹消息愈来愈侪时，放伫咱的头前，你会感觉讲，那安尼咱台湾人伫头前的道路免行？有遮尔侪无好的代志，有遮尔侪歹的现象，好亲像无法度改善。兄弟姊妹，伫即个过程中间，若阵咱若听到上帝好消息伫咱的中间的时，你会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甲咱来讲是一个亲切。对咱来讲，嘛是产生一个更较深的一个信任感是。啊，当咱咧入去首311首的圣诗，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我毋知影咱即首诗歌，遐尼侪摆过程中间，你有啥物特别的感动？之前有2摆的机会，我甲少年团契、甲青年团契甲因传递，迄个传递伫嘛叫做欣赏圣诗甲敬拜圣诗的中间，我有甲因讲，你三甲来学习311首、21首，即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我第一个问伊的问题就是。你咧吟这首诗的时阵，你有伫这首诗中间看起，这首诗中间有多几句是咧甲无信耶稣的人讲？然后我问因第2个问题，这首诗中间有多几句是甲基督徒勉励的歌词了？然后第3个问题，你咧吟这首诗的时阵，321首这首诗的时阵。你感觉有多几句的话是你目前上欠缺基督徒信仰的造就甲应允，你上欠缺了。然后平时佫把这首诗唱一摆。第一摆，互这个少年团契、青年团契，遮尔严肃来看圣诗，毋是唱圣诗，是看圣诗。伫迄个中间发现到，原来圣诗的中间真侪真好的消息。当你咧吟的时阵，当你咧看迄个歌词的时阵，你有发现的时阵，这首诗就甲你有交流，这首诗就成做你的性命，这首诗就会当讲到你的心中上界欠缺，你才去追求圣诗内底歌词所讲有关信仰的功课。弟兄姊妹，咱有真侪时阵将咱的生活中间的歹消息甲上帝连做伙，这是上帝引导啦，这是拢上帝安尼做成的啦。咱要伫咱的生活中间重新来反省的时，你会看见圣经讲的迄个撒旦魔鬼，伊一生中间上爱做的工作，就是将上帝的形象、将上帝的作为、将上帝的话给扭曲、做歹解说。好，真侪世间人因为安尼对咱的上帝有一个误解上帝就是遮尔歹，上帝就是遮尔严格，上帝就是安尼，所以我今仔日造成这个结果，今仔日我受伊拄着遮个歹的代志。叫咱看见世间人足爱听撒旦对撒旦对咱的上帝，这个谣言，这个批判的这个评语。意思讲咱对咱的上帝无信任，意思讲咱对上帝感觉上帝迄个所在无好的消息伫咱的心上。当咱佫开始注意看圣经的时，你来看见讲，是安尼。魔鬼撒旦
伊咧讲的上帝形象，啊上帝性质，毋是咱照圣经所看见的迄个款式。一个真正基督徒才会当对迄个中间了解着哇，其实圣经就是一本上帝咧讲好消息的一个宝贝，会当互你有好消息，会当互我有好消息，会当互咱有好消息，伫咱的生命中间。圣经有一个真旧的一个先知，名叫做以赛亚先知。这个人真出名，伊有讲过一句安尼的话，伊讲报好消息，传和平，报福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讲，你的上帝最恶啦！这人的骹就山顶到积水。先知以赛亚捌伫迄个时代，伫遐讲起一件事，讲报好消息，传福音的人，因的骹是遮尔水，就到山顶，行到平地，拢伫迄个所在受着人纪念。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你的生活中间，你有好消息；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有好消息了。甲到咱听但以书的做见证。你有感觉伊所讲的某一个点，好亲像嘛，伫你生活中间捌发生过。伊信耶稣，伊接触耶稣，但是伊的改变的过程中间是靠什么改变？伊中间就讲一件事，伊信耶稣已经洗礼啊咧，过2年前就已经洗礼啊，总是洗礼了，伊感觉基督徒应该过着更较丰盛的生命，应该毋是安尼，更较好的消息伫我的心中应该有啦。我来洗礼了，伊感觉上帝疼伊，家亲像婴仔抱咧胸坎内底，安尼疼惜。真感动，安尼尔，过落去后壁，基督徒真丰盛的生命，好亲像伊，还佫无法度得到真多。所以伊才开始伫安尼分享，伊伫伊信仰见证中间，伊发现到，伊还佫有一寡物件需要去突破。就是伊发现到伊家己真软弱，佫真软正，伊伫上帝面前，还佫无法度打喙，甲人分享着上帝恩典，甲疼痛。所以呢，伊就开始去甲市民人分享耶稣基督恩典。信仰改变是，当你将这个好消息互人的时阵，信仰改变伫但你思维时就发现着，当你开始将这个好消息甲人讲的时阵，伊的生命开始伫迄个过程中间开始调整，开始改变。引起的迄个福音是啥？福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有上帝国度伫你的心中，上帝恩典伫你的心中，有上帝主爱伫你的心中，然后互你成做。你嘛是一个好消息范围中间的一份子，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啊，拄咱咧读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15章，这段咱真常常的记着这段龙子回头的这个故事。譬如中间，耶稣讲这个譬如咧讲这个第二个囝，伊离开这个家庭，不管伊伫这个过程中间安怎做歹，总是伊肯欢喜转来，伊肯回头转来。圣经伫尾啊，迄个咱拄咱所读的尾一节，迄个所在看见讲，因就欢喜，因为迄个老爸讲这原底是啊，死个活，罕见个低调，所以因这个规家庭的人，因为这个囡仔转来到伊的中间，转来到厝，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欢喜庆祝。这对这个家庭来讲是好消息，对这个囡仔来讲这是好消息，因为伊肯回头转来。对这个家庭来讲，因可重新得到一个宝贝的囝子。圣经内面过来有真侪机会，甲咱讲起着，上帝将这个好消息放伫咱的中间。咱来回忆上早，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过好消息，来，保罗先生捌肯定讲，传福音的这个工作，报好消息的工作，伫亚伯拉罕古早，这个人是足古早的人啊，离咱已经是真远的人啊。总是保罗先生讲，这个亚伯拉罕迄个时代，上帝就讲，迄个时代就有好消息。所以保罗先生伫加拉太书的3章第8节讲圣经大声看出上帝要互外邦人对神称作义，就大声传福音，互亚伯拉罕讲，万邦要对你得到福气，万邦要对你来得到福气。兄弟姊妹，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万国万民。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的时阵，这个好消息对亚伯拉罕来讲，迄是一个点到伊的生命中间上界精华的迄个火把，甲伊点到起来。原来我亚伯拉罕是这么重要，因万国万族人要因我来得到福气。其实咱看去圣经内面讲耶稣
伊的一生的中间，伊用宣布好消息来成做伊服侍，甲伊服侍结束开始。圣经内面讲，当伊出来传福音的时阵，有真要紧的事，拢咧讲，人拢爱侍奉上帝。一个传福音伫迄个所在，咧讲起，伊是一个侍奉上帝开始，总是。伊当伊讲，恁拢爱去普天的传福音的时阵，嘛是安怎？耶稣侍奉的结束。恁拢去传福音，耶稣嘛，用啥？耶稣要退伍啊，要退休啊嘛？耶稣要离开，过来将这个工作要放下啊。所以当耶稣咧开始咧讲好消息的时阵，是甲咱21世纪的基督徒嘛是咧讲这件代志。上帝要将这个工作放伫咱的心上，耶稣要将这个侍奉来做开始，嘛要做一个结束。过来就是咱来去报好消息，互万百姓听。咱过来回忆过去早期初代教会，圣经咧描写迄个新约时代教会，遐兄弟姊妹教会，遐兄弟姊妹听起耶稣所讲的这个代志。多正肉体对四个外这个代志了，咱看起遐军队耶稣迄阵人啊，拢无共款啊，拢改变。过去因对耶稣骹步毋是安尼说，总是因定心真捌，耶稣迄都是一个四个外耶稣了，迄个改变带来互因真大的一个敬畏，然后因带来欢喜。啊，带但耶稣咧分享伊的见证的过程中间，你讲起，当伊甲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伊好像是听起。天顶为天分天使，伫迄个所在做阵甲上帝伫遐欢喜。有一个人肯你来到伫上帝天的祖家，伊的灵魂会当得救，这是一个足大上帝欢喜的一个引端。透过安尼，咱要伫即个福音的主义中间，咱嘛做阵来想，咱姊妹，不管你是第一摆来到咱的永福教会，也是你已经伫教会遮尔久啊，你感觉上帝伫圣经的中间？有好消息，这是上帝为着咱准备的。总是你若无去接触，这个好消息甲你无关系哦。这个好消息甲你无关系，一点仔关系都无。当你有去接触这个好消息了后，这个好消息才开始会思考，开始伫你的生命中间开始改变。这个好消息要诚做我的好消息无？这个好消息要改变我，这个好消息若会当影响我、改变我的时阵，我就会当用这个好消息的缘端，嘛会当互别人得到帮助。啊，拄啊，但伊书咧做见证，到尾伊讲一个真要紧。伫伊心中，后来伊发现着，伊就是好消息。伊本身就是好消息，伊就是上帝的好消息。所以伫信主的过程中间，伊发现着要安怎样将这个好消息放伫伊的心中。好彩像咱是上帝好消息的代言者啊，咱咧替上帝做广告。兄弟姊妹，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若有安尼深深的体会，咱欢喜诚做这个上帝好消息的代言者。你本身就是好消息的时阵，你就有当看见，伫你的生命中间，你要经验的是愈来愈丰盛的生命。有时间要确定讲，我有得救安尼，然后你再当过得更加丰盛、更加深、更加得到上帝稳定祝福伫你的心中的一个上帝稳定的行之路。你伫周围中间带来，亲像阿伯拉罕对上帝所领受，你周围的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你的周围的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因为你对上帝领受好消息，你嘛要将这个好消息送互你周围的人。兄弟姊妹，当咱有定心有看见这个宝贝的时，你才发现到，原来这个上帝好消息已经开始影响咱，已经开始造就咱。亲像影响但耶稣共款，其实影响你我坐伫即个所在久久长长的你我做上帝囝就是一款。嘛上帝帮助咱，透过但耶稣的见证，嘛叫你咱透过圣经所甲咱讲的这福音的稳定，互咱嘛定心经历到上帝的疼爱是遮尔深，一个好消息是要送到伫你的家庭，送到伫你的心中，送到伫你的生命上深的中间，当你欢喜来接受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这个好消息就会成做你的，嘛会成做别人，人是嘛来做。是阮的陪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有遮尔好的机会，伫阮的世界来徛起，伫阮台湾人徛起伫台湾这个土地，阮好顶稳定福气，伫上帝你的疼痛中间，阮的周围有真侪拜拜，阮的周围有真侪庙寺，阮的周围有真侪迷信。伫细汉你到大汉，
阮互遮个物件，互遮个观念，互遮个习俗，伫遐甲阮捆绑固固。总是好某一个机会，阮有听见耶稣基督在救阮，道成肉体，欢喜来死伫十字架顶，为着阮人类的罪过来放杀生命，流出宝血，洗清阮。主，阮得到即个好的福气，阮才会当知影讲，原来阮会当因为安尼接受耶稣基督，诚侪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的时阵。主，阮愿意将这个好消息放伫阮的中间，然后开始来经验着以后的生活日子，基督徒免啊，搁一摆装备，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同时有时阵，阮嘛有软弱，因为阮有罪性，阮有困境，阮有真软弱的时刻。总是主，你甲阮讲，你无放杀阮，互阮伫即条信仰的道路顶面继续迈进，来破除阮伫台湾民间中间有真侪遮的欠损，有真侪遮的习俗，一直捆绑阮心灵的遮物件。互阮知，阮无去拜遮个魔像，阮多多敬拜主你。互阮伫圣经的中间发现着，原来你已经为着阮陪伴真侪好的消息，要互阮改变阮的生命。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装备阮的信仰的质甲量。主，阮愿意伫即个世代，看见阮周围有真侪甲阮共款信仰的人，伫迄浮浮沉沉的过程中间，阮愿意，互伊嘛会当安尼来得到上帝你的恩典。互伊嘛会当知影有一个好消息，是上帝为着因来准备，因会当接受这个好消息，然后这个好消息就会当进入伫生命中间，改变因的内在。互阮周围人嘛用安尼，通得到上界大的祝福。就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中间，搁一摆重新来看见上帝你为着阮陪伴遮尔好的礼物，总是阮若无将这个礼物甲伊拍开。我若无将这个礼物愿意接纳耶稣，当做这个礼物中间的上宝贝，放伫阮的家庭，放伫阮的生命的时阵，阮永远知影有一个好消息，煞不是一个好消息，甲阮无关系。就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上宝贝者。阮愿意将阮的软弱，将阮的困苦，将阮的捆绑阮久久长长的困难，奉主你的名来赶离开阮的时阵。将耶稣基督放伫阮的心中的时阵，阮才发现到一个好消息，实在是对阮影响遮尔大。感谢你伫阮的周围中间，一直有真侪人伫遐经验着上帝你伫伊的心中所带来伊的顶头死的生命甲改变，因的价值观念改变，因的习惯改变，因的看法改变，因的眼光改变，因有真侪看做原底看做好的、看做对的观念。因为耶稣基督了后，因就开始受浸。伫基督内面是基督最第一优先。所以感谢你，互阮伫生命中间看见，甲阮真侪同亲的兄弟姊妹伫即条道路奔走过程中间，嘛有即种的感动。愿主你嘛享受即个感动，伫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的中间，愿主你安尼来保守，阮会当看见主你为着阮陪伴的。乃是阮先拍开阮的生命，出阮的双手来指这个上好的礼物，我就看见一个好消息就发生伫阮的心中。感谢你，愿你赐予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所领受的阳光为着你的生活。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